想讲，爱去配爱马嘅类型，你就会，反正爱马嘅路弹歌，爱路综合做一个爱王连玉嘅东西。对，有一场面嘛，以后人家听我讲的布鲁斯蓝调啊，有一场面，我哋喊我想讲，唉，迄唔应该蓝调做唱多的啊，这个我爱用想会编我想要编，比如讲我想要来教一下 R&B 的，要教一下饶舌的，我想要教那样的东西。比如讲，无爱用的反而叫人做音乐嘅，还是从头按讲啊。音乐做个变化真多咩，唔管用一下，迄唔出价，做唔出价咩。也係一種包裝甜點啦，外表嘅東西，嗰個一方面要取悦海感，一方面質感要翻譯啊。係啊。咁有一個接圈音樂嘅之路嘅路徑，一開始係錄音師做學徒，好啊。後來呢，我有機會同陳先生叫下真。哦，那么真正可以做音乐。其实6年时就20上网上市这些时间就开始做啊，差不多做2年听啦。做生意失败就27、8岁的时间嘛，差不多28、9岁就可以转入来做录音师。录音师做某一机会，用个客户啊，本来录音师录音的客户，有几十个迄客家的用的所谓地方的音乐公司，伫咩了三亚边面的地方音乐公司啊，你要打做鼓啊，讲客家人，我讲，其实我讲，唔要做音乐嘛，讲客家人，我呀，因为做音乐要唔写客家歌啊，其实只爱用出家中文啊，讲，你嘛该当做客家歌啊。家下所谓客家歌就童谣咩，知道嘛？像童谣啊、山歌啊样啊，也係講是到較 local 嘅用嘅流行音樂啦，較 local 嘅話，較地方嘅、較本土嘅樣所以講佢無乜嘅較西方嘅東西咩將來你既用好愛用嘅啊，就專門彈西洋歌曲啊，嗰個對了就音樂無乜感覺啊。其實冇話講，佢唔拿詞本來來寫，來譜曲啊，叫做拿一首詞本來個，複雜以後，認真以後去複雜一首曲啊。我寫，我就其實我寫真當簡單嘅啊，我就寫，有個安尼客家人咪，客家話有講個按章啊，你冇乜個問題啊，咁叫做寫出來，其實試到佢做得咯，還沒試到以後啊。我就開始寫客家歌嘅，就開始寫客家歌，寫客家歌唔掉買到奶啊、瓊陽啊，做 demo 就見做10歌條嘛。因為我在錄音室地方都做咁嘅錄音室嘅時間咧，那個錄音室嘅嗰種客戶大部分就做所謂火爐歌，火爐歌還有客家歌，都係 B 版嘅樣嘅火爐嘅總分咧遐講主流嘅歌較少。可是我當日就彈好多歌啊！係啊，唔係講當日彈無腔調歌嘅，一條歌可能要彈幾日嘅哦。這種事就是我講對，這樣嘅歌實在是講無乜嘅感覺啊！唔過你叫洗腦式咩，腦筋比細啊，細幾日咁樣啊。譬如話按部下班啊，就會一般嘅嗰種拍酒吧、食酒彈這樣嘅搖滾樂，彈搖滾咧。均衡一下。均衡一下，有音樂做愛用人啊朋友去見店嘅就食酒咧，就看到把頭有聲音一面說嘅，就講你咩陳升啊？就故意來講法啊、搭訕啊，做愛用都會講，你是陳升嗎？是啊，你有什麼事嗎？你多留一隻細妹講法。結果他就問一個，我有一些不錯的音樂，你要不要聽聽看？毛遂自薦。毛遂自薦，佢記住講，程度嘅上，要他看一個很抱歉的那個男人，到底要跟我搭什麼訕？你講不錯的音樂，你看起來也不是會寫不錯的音樂的。他講天花板啊。
因为建议无准备咩，我 demo 无带咩，我讲，你听我本来在拿过一本堂咩，这样用 T3页，就要可以天发就用这样的杯垫，我下出来就拿过来，他讲哦好，就 T3页就去的，就去清去。这样糖豆啊，19条，有19条用的做好的客家货。是糖豆 T3，去条糖我无嘛个有感觉啊，你无讲法，你讲啊像，我无感觉，讲的结果 T3条的时间，然后 T3条，这就是我们要的音乐。哦。哎呀，这T3条佢影扭唔下。扭到T3條都講出來。哦，條件係。哎呀，唔想一講。哦。用這樣開始，1992年的時間。哦。差唔多就咩到1、2年的，咱開始要種專輯T狀，新波講就 T 狀，然後這樣有發。哦，經過2年啊，係。差唔多。1年、1、2年。而家下嘅19條啊，老 T 狀嘅曲風係差唔多嘅。有輸入到新的狀，T1狀都有輸入到。家下就假使啊，唔睇嘅酒吧讀多嘅唔係陳生，唔也去用過毛遂自薦。哦，你還有一個故事，咱有一個故事哦，我冇迄個無讀過陳生，其實我準備好T1然後去觀察，我去觀察清邁嘅嘛，李宗盛。哦。因為我冇想到陳生佢變到半路殺出程咬金咁啊。剛唔同李宗盛嗰邊係藥學，冇藥，我出家，嘿，我出家毛遂自薦，因為我嗰種是親，我了解呢，國新做安用啊，我會注重於真實，會做嘅。哦，哇，李宗盛家下很大咖嘅呢，哦。冇想講啦，佢可來驚我，冇驚我，佢定期咪，反正我做咪，知道嘛？哦。冇想到，前一步，係咪很屌嘛？我就講很屌啊！而家就感覺自家寫嘅。係啊，寫到因為市面上冇嘅。哦，而家就啲嘅，哦。啲啊，因為冇按嚟嘅，係啊。當西洋嘅東西咪都講，它有國際性嘅東西啊！哎呦啊，這個講老王賣乖。真嘅啊，這種幾樣是一有信心啦。其實我做生意也好，還老闆考慮講，我推唔去工廠上班，我咩按樣嘅性格啦。我老主管講，我應該要加薪了吧？我要跟他談判的。如果按你新的人，那我你是接待誰去個創業？對，就唔驚死咩？我唔度假，我唔好度假，唔過也做清態嘅。做生意啊，一條街吧。家下咧200萬哦，突然間。係啊。古種唔愛做營業，路卡咪無愛動嘅啦，吼。無法度動啊，有家路卡也唔係路卡本身做愛營業嘅路卡咧，就講幾難頂，唔知托按用嘅課，吼，你課呢，唔知托按用，唔知嘛行我去做營業咯，咁我其他觀念咧，尤其啱咩觀念啊，係啊，種。好啦，差唔多嘅啦，反正即可能咯，但係因為講到佢身邊有後輩有人來送啊，見到我送我啲片來，啱冇？家下人一合作，唔係感覺講，一個係唔能變啊講新嘅形式，台灣嘅模樣嚟做，互相影響。其實佢在以前佢也有做翻譯專線嘅，啱冇？佢做營業上比較做加差唔多5年6年，佢咩睇下量細啲，睇下量細要就睇講差唔多佢退伍就開始做營業，做助理，製作助理，按係是老闆還有第一天啊，咁都來到咱營業嘅，嗰時候量細就要當室友啦，也無乜個互相用嚟講咯，就配合較多啦，互補嘅較多，好比講，我哋個位寫好啊，結果拄仔個位去請一隻軌跡，一隻靈感，要從專輯我變到用嘅啦，就給發展出來。哦，人都有時把歌詞先寫歌詞嘅，個寬用嚟。錯。夾用它。大部分都係先寫，因為真經係就時間較多，佢做條件嘢較無限，嗰時佢就開始發展嘅，到種專輯就有一種叫做咧。咁樣啊，將開公司開案啊，案係成開好啊，真，藝術成開案咧叫做。
对。如有几多个 idea 吼，可以写，就先写。不用等的啊，天神的咪不用等，就平常就爱写的，平常就爱写歌的。唔免讲啊，比如爱写当就写，无我平常就会写歌的，会创作。